大家好，我個名咧叫做唐巨甜，香港人嚟嘅。咁啊，今年咧都75歲㗎啦。其實好多香港人對內地種牙多少都有啲顧慮嘅，咁想問下你當初點解會決定北上種牙呢？咁其實我好怕種牙嘅，一路都冇提起嗰個勇氣去種牙。種牙咧分分鐘荷包大出血，喺香港嘅牙醫咧，佢哋嘅收費咧好隱蔽嘅。咁但係後尾因為聽到朋友講格倫菲爾種牙好好㗎，嚟到深圳，尤其是格倫菲爾嗰度咧，大概係1/3到嘅價錢。咁但係佢嘅服務同埋佢一切嘅嘢咧，我嘅感覺就係比香港更好。嗱，我作一首打油詩俾大家聽，就係咧格倫菲爾種牙。大家都唔使怕，手術前、手術後，你會覺得頂呱呱。